位觀眾，你們好。上集我們介紹過九巴 43M 循環來往葵芳站及長青，原來城巴都有 43M 的，同樣也是循環線，來往田灣及石塘咀。不過之前會員生日影片介紹過，所以今次我們的循環線就不重複介紹了。今集我們帶大家來到南區的深灣，乘搭城巴48這條路線。48現循環來往深灣及華富北，途經港鐵黃竹坑站、黃竹坑商貿區、香港仔、田灣，提供南區區內短途接駁服務。48於1977年1月4日由中巴開辦，是為迎接海洋公園於1月10日開幕。平日來往華富村及黃竹坑村，假日則由華富村經黃竹坑新村往返海洋公園。1978年7月24日起，總站由華富南遷往華富北。1993年9月1日起，改由城巴營辦，是首批由中巴手上接辦的28條路線之一。1996年7月21日，提升為全線空調巴士服務。2009年8月16日起，改以循環線形式運作，並由黃竹坑延長至深灣。2016年12月28日起，配合港鐵南港島線通車，來回程均繞經黃竹坑站。很多時因為港鐵支線的通車而搶去沿途巴士路線的客源，但因為南港島線的走線未能惠及香港仔至華富一帶的居民，反而令48成為黃竹坑至華富及華富至黃竹坑的港鐵接駁巴士。通車後，48的客量不跌反升，來往黃竹坑及華富村單程只需15分鐘，所以十分受歡迎呢。未來南區的巴士路線將會重組，48、71、71鐵線將會取消及並入4號線，4號線會延長至往來深灣及中環碼頭，來回方向繞經黃竹坑站，加密上午繁忙時間班次至8至12分鐘，並保留現48的部分時段的行車路線至海洋公園，及提供由深灣往華富的分段收費。現時48由深灣開出服務時間為每日5點24分至午夜12點26分，每12至25分鐘一班車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才會有海洋公園開出或完結的班次呢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48全程約需50分鐘，由黃竹坑站到華富村只需15分鐘。不過48就算不與4號線合併，到南港島線西段預計於2034年通車，到時也難逃被殺的命運。今集就到此為止了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